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5699例本土病例，有121个人死亡。疾管署昨嘛提升全球44个国家交组的旅游警示。美国股市拜四大落，台北股市今仔嘛大落484点，过来劳动基金嘛已经飞2000万亿了。今仔是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起参加香港特首的就职典礼。先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是增加35699例本土病例，有121个人死亡，中重症有221个人。今仔确诊的案例是比昨减少8趴。指挥中心嘛公布讲，只要发病3个月内症状恶化 ，PCR 阳性的 CT 值无超过27，也是快筛是阳性，就算是中和感染。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35699例，那就业入有101例，那死亡个案有121例。今天没有这个儿童的重症或死亡哦，不过有一例这个青少年的死亡个案，这是一个18岁的女性女生，那她本身是没有接种 COVID-19 的疫苗，另外她也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一个长期卧床的个案。我们累计的13到18岁的青少年的重症的个案这样这例的话就是8例，那死亡个案增加1位，变成是4位那其中就是肺炎的部分还是占这个青少年重症的大多数。我们目前针对这个重复感染的定义，在发病或采检的1到3个月内呢，是要有2个条件，一个是必须要有症状恶化，那这个是由医师来做评估。第二个则是在检验的部分，它可以是 PCR 阳性，但是 CT 值要比较严格，小于27，我们才会认定。另外，它也可以是以这个抗原快筛或者是家用的核酸快筛，这些来做阳性，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再来关心交组的疫情，针对欧美拖到亚洲，咱台湾嘛出现头一例哦。疾管署昨公布提升全球44个国家交组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2级。疾管署统计显示，讲全球交组的疫情到6月29为止，计共有55个国家至少5022个病例，其中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佮葡萄牙是前5名，欧洲已经有27个国家有病例。另外，伫美洲有美国、加拿大、智利等7个国家嘛会传；伫非洲的国家奈及利亚、刚果、南非等8个国家嘛有传出疫情。咱国提升44个国家的旅游警示，正做第2级，嘛呼吁有准备要去这国家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再来看澳门的媒体报道指出，讲有一批咱台湾进口的山药样本验出病毒，澳门政府已经甲20箱计共有100公斤的山药先处理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台南参加渔民座谈的会的时阵，是表示讲，全世界只有中国会检验包装嘛强调讲科学上并无发现讲包装顶头若是有病毒会传染予人的案例。台南的山药当日大出，行入去玉井青果市场，会当看到真侪民众当日拣山药。不过，澳门的媒体报道，有一批对台湾进口的山药样本检出新冠病毒阳性，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感觉不可能。那是不是到国外的时候，在他们的海关那边，还是说他们的包装人员那边有确诊，有这些疑虑的？但是政策上有一些打压。透早公看了这些消息，我嘛是感觉很夸张啦。对啊，产量已经锐减啦，对吧？对农民的正打击已经不多啊，不可思议耶！无可能发生，伊嘛是要来犯一寡莫名其妙的罪名啊。是坐去澳门的市民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确实有公告一批对台湾过去的20箱100公斤的山药全部销毁，而且禁止进口1礼拜。对这件代志，初一早起伫咧七股甲渔民参加座谈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无论是根据科学证据，或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拢无发现包装顶悬的病毒会危害人的案例。食药署嘛针对防止可能农渔畜牧产品检测都是阴性的，呼吁中国应该要用科学的角度处理。那这一次是针对我们芒果上面的所谓的包装食品有检测到COVID-19 的病毒，我想我们再次的呼吁全世界，我想只有中国以及它所属的相关的这些关税领域的区域，才有在检测所谓的 COVID-19 病毒，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中国可以依照相关的国际贸易的规则来进行。根据农委会统计，对今年4月初1到7月初1，咱外销的酸叶量是1840.55吨。前5大主要外销的国家，香港1010.78吨，日本391.29吨，韩国339.09吨，中国50.17吨，文莱21.18吨，也若是澳门是排伫咧第9，到7月初1为止，干那卖940公斤。6月29外销的酸叶，并无列伫咧咱官方外销的贸易统计顶悬。防检局表示，也未收到澳门通报讲迄批酸叶有无合格，详细情形还佫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股市拜四又个大落，嘛影响到台北股市今仔的表现哦。最后是落482点，以14344点收盘。证交所的董事长林秀明表示讲，咱台湾的股市主要拢是看科技股的表现，所以加减会受到国际影响。也毋过伊嘛强调讲，这应该是短期的现象。今年的顶半年，台湾股市的表现是比国际相关的指数稳定，所以台湾股市最后嘛是回归基本面。尽管的通货膨胀加上对经济衰退记录拜四，美国全面受压，道琼工业指数最后落253.8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落779.16点，新罕新市的标普500指数半年也落20.6%，从1970年来上海顶半年表现。台北股市开盘也是青片片小盘开出，那个幅度扩大8点，将近11点的时阵，台股下杀超过300点。包含半导体、金融甲电子族群，拢正做杀盘重心。富国新山台积电最低67.5块，下探到459块。目前大盘依然是震动走势。8月以后应该市场会变得比较好，因为在7月最后一次升息3码之后，市场就会比较乐观，所以这边是到7月底算是一个很好的布局 timing 点。事实上，受到俄乌战争、通膨甲美国联准会等主要央行升利息政策这冲击，台股伫1月初5的盘中徛到18619点，创历史新高了后，开始一路一直落，30个掼破14900点的关卡。总共顶半年大落3393点，是1990年了后顶半年落上济。政经情势的关系，那这个当然会联动到台股。台股是我们大概有60%左右的一个科技为主的一个市场。那相对来讲的话，相关的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啦，甚至于包括韩国的指数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们相对也稳健哈。对于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是充满着大家也是都看好的。林秀明表示，台股是以科技股为主，难免受国际影响波动，这是短期现象。观察今年顶半年台股的表现，依然比国际相关指数稳健，而且台湾产业发展也是受到国际重视。股市最后也是回归基本面，投资人应该理性看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甲战争的影响哦，全球的股市表现了拢无好，国内劳动基金嘛愈了愈侪。劳动部今仔公布，劳动基金到今年的5月底是已经了2311亿咯。劳动部强调讲，5月份因为中国疫情、清零的政策嘛，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全球主要的股票市场大部分是拢落甲真惨哦，所以拢了真侪钱。也毋过嘛强调讲，基金短期的表现虽然有影响，也毋过长期来看，最近10档的平均报酬率嘛有4.82%，最近5档嘛拢超过5%，长期的表现嘛阁算是袂歹。再来看财政部公布2020年综合所得税的资料，显示讲咱台湾社会学业甲产哦是愈差愈侪，上低收入的5%，一年的所得只有3万多块，上悬的5%哦，平均是超过500万哦，是差149倍，这嘛是有史以来上侪。配合财政部推动各项税务业务，达成征纳双方和谐。杰出税务人员一个一个上台。伫7月初1税务节这一天，接受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表扬。总统表示，除了减轻个人综合所得税的负担，税收阁无减少。去年全国赋税数的收入创下历史新高。在去年，我们全国赋税收入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2兆8450亿元。我们所得税的基本生活费的门槛调高，以及4大扣除额的提高。
不但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让民众很有感。虽然大部分的民众拢感受会到，不过根据财政部公布2020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的资料，申报的拢总有646万2000户，分做20等份位比较发现，上加5%，平均所得干那3万4000块，上悬的5%，平均所得是505万3000块，差149倍左右，比2019年差130倍，还阁较大，搁再创下国内贫富上大的差距。低所得家庭在储蓄的部分，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高所得的家庭储蓄甚至可以去投资加成的这样一个效果，就会拉大了这样一个差距。因为疫情的影响还是在持续，可能在这几年差距扩大的应该是会持续。另外，财政部嘛公布20个欠税欠上济用户，同款拢是遐个人。黄任中家族欠的税拢总超过30亿，已经连续13年是全台湾欠税欠上济。不过，黄任中因后生黄玉国欠19亿1千万的税，因为征收期加上执行期，拢总1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啊，欠的税会当全唔免纳。学者认为讲，财政部干那公布欠税名单，效果并无大，建议欠税公布的内容应该要较详细咧。另外，嘛要加强甲其他的国家签署租税协定，才会当将因欠的税拢约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物件拢要起价，学生的营养午餐嘛要起价咯。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讲，台中市328间市立的学校有181间哦，决定讲营养午餐要起价咯，大约是起1成。业者表示讲，各项物件拢要起1成是加减补贴成本尔尔。物件一直起价，连营养午餐也受到影响。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各校评估学生营养午餐收费，因为受到关不了甲实在起价影响，为着要确保学校午餐的供应品质，到6月初已经有181间学校决议要起价，平均是调悬4.4到4.6块，大约是起10%左右，按算后学期的施行。那各校的营养午餐委员会那他们也认为说，要让孩子呢吃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有比较好的这个食材，他们调整的这个幅度基本上呢我们都给予尊重，我们不会介入。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对2万名弱势囡仔的补助也是无减少，整体补助预算是6都内面排第1的。说落来，若准有学校佫决定要来起价，也是会甲因尊重。不过有不少家长表示，这管不了起价带动不价，为着要确保囡仔营养午餐品质，安尼要来起价是会当接受的。东西都贵的话，你不反映成本东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因为如果一直叫厂商那边压下来，就怕小朋友吃的东西会不会是不新鲜的，还是什么的。营养午餐业者表示，目前囡仔一顿购的费用大约是40到45块之间，也因为关不了拢起价，已经真歹应付啊。调关了后，也只是补贴成本减少损失尔。一个月都是要多出2到2万块的成本出来，你本来就很微利了啊，对不对？他们做营养午餐的，如果量大的话，可能还有一点点利润啊。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差一层的话就差很多的了，因为它利润可就是那一层而已啊。怎么在压低？所以压低，他没有人想做的啦。业者表示，因为实在要求国产，还有对查源头等等机制，已经让成本增加，加上目前用量较大的鸡肉，大约是起4成左右。目前敢若会当吹起紧加案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只高雄的渔船19岁经过马六甲海峡，锁获印尼海军扣押，目前是搁伫当地海军基地。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咱国的驻印尼的代表处已经有去了解关心咯。目前船员拢真平安，会向印尼来争取赶紧甲人个船拢放出来。据了解，印尼军方是以侨和号行经印尼领海时没有悬挂国旗，而且捕鱼设备没有放置在舱内为由，登检侨和号并予以扣押。驻印尼代表处已经在6月28日派员前往雅琪省，除了探视侨和号船主人员以外，并且确认相关人员的生活状况没有疑虑。咱国外交部甲驻印尼的代表处表示讲，会继续甲印尼联络协商，要求赶紧甲人个船拢放出来，一定会保障咱国渔船的权益。咱再来看，去年底一个38岁姓黄的查甫人啉酒赛车，伫高雄的爱河附近去弄着要去看灯会，姓林的一家伙仔4个人，慢慢不幸过往，爸爸甲2个查囝重伤。赛车的人互检方以杀人罪起诉，今仔早起一审是判伊7当10个月有期徒，也毋过受害者是认为这个判决上过轻咯，会考虑搁要上诉。
去年底，这站车祸，姓黄的查甫人无驾照，佮食酒赛车，伫高雄爱河附近弄着姓林的一口罩4个人，老母是当场死亡。那老爸佮2个查某囝是重伤，到即马搁咧复健。姓黄的查甫人，互高雄地检署依照杀人、公共危险等罪起诉。透早高雄地方法院针对刑事部分做宣判，依照酒驾致死罪，判姓黄的查甫人7年10个月有期徒刑。他没有依照检察官起诉的不确定故意杀人罪下去做判刑吧，不然不会判到7年10个月啊。公权力讲的酒驾零容忍，难道你要让他沦为口号吗？姓林的老爸认为判伤轻，伊讲进前法务部长才发声要求重判，即马结果煞是安尼。伊嘛认为姓黄的查甫人完全无要悔改，佮拍算脱产，调工不赔偿。所以落来，姓林的老爸会甲律师讨论，看敢要上诉。我讲白的啊，我们事发到现在快半年了，我每星期我在新闻上面我都看到酒驾的案子一直不断的在重演，一直不断的在发生，看了都很心痛啊。很多家庭还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家破人亡。姓林的老爸表示，自出车祸到大，伊个无法度回去上班，3顿嘛需要厝内的人斗3工。那2个查某囝的状况嘛真歹，细汉查某囝脑出血，佮爱观察看敢有白尾；大汉查某囝喙齿断了了，即马也搁咧治疗。3个人拢咧拍拼复健。姓林的老爸讲，伊无法度原谅这个嫌犯，佮认为这种判决无任何压制食酒赛车的后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2岁查甫囡仔恩恩的争议，搁再看小恩恩的爸爸决定讲要请求国家赔偿1块，伊讲已经走投无路，只系望讲透过司法来了解真相。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伊是市长，保护市民是伊的责任。面对每一个性命的消息，伊拢爱反省检讨。新北2岁囡仔恩恩染疫过身事件发生了后，恩恩的爸爸一直就消失了81分钟的真相。6月30半暝伫面册发文批评，新北市府无愿意面对问题，规工讲空话，一直闪避问题，决定向政府提出国赔请求，诉求金额新台币1块。真的没有其他的救济手段，我真的只能走国赔，让法律去帮我追讨出这些所谓的真相，因为你们一直在盖牌，你们不愿意正面再去回答这些问题了，我走投无路，我没办法。恩恩的爸爸强调，采取司法行动，不是要针对辛苦执勤的基层公务人员，是希望政府承认错误，官员爱负起责任。根据台湾新政协会6月27发布民调，超过60%的新北市民认为恩恩案就医健好。另外，新北市议员批评市府暗含真相的态度，已经引起民众的反感。从事发至今2个多月以来，我们看到侯市长本人并没有对家属郑重的道歉，卫生局局长以及消防局局长2位局长也没有为了这个事件负完全的责任而下台接受调查。每一个生命的离去，我都要反省，这是我的责任，更要不断的检讨，来保护更多的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应理解家属的心情，希望更较侪人互家属关心，也感谢各界的宝贵意见会虚心接受，一直检讨保护更较侪市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林滨区家暴案，新北地方法院头一届团立委高嘉瑜出庭，今仔开庭审理，2个人直接对质。高嘉瑜表示讲，虽然会有二次伤害，也毋过伊爱勇敢面对，嘛望讲法官会当判对方相当的罪。林滨区的律师是表示讲，会要求高嘉瑜来协助厘清事实的真相。因为涉嫌对立委高嘉瑜动手，林滨区被检方起诉了后，羁押伫看守所找伊坐警，并且搁一摆被召提到法院开庭。不过这一摆新北地院搁第一摆传唤高嘉瑜到庭做一证说明。如果再去回想，或是要再去面对，对于我来讲都是非常的折磨，非常的痛苦。但是就是勇敢面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老天爷就是给我这个使命，然后要好好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的人，我觉得
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承认这是二度伤害，不过高嘉瑜强调，也是勇敢站出来，无采取隔离审问，要甲林秉厝面对面交互质问，佮希望法官当当处罚，判处相当的刑度。不过林秉厝被依照伤害等8项罪名起诉，伊并无完全认罪，甚受动手伤害私刑拘禁、偷袭身体文书，甚至将数位影像恐吓等，合议庭拢会调查清楚。高嘉瑜立委主要是检察官这边申请的，那因为自己就法律上来说，他对我们来讲算敌性证人。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当然也会诘问高嘉瑜立委，也有助于厘清整个案件发生的真实状况。不止高嘉瑜出庭作证，林秉厝2名助理也被传唤到庭。林秉厝委任律师回应，3人最后拢是检方申请，不过也要伫法庭顶悬质问高嘉瑜来调查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桃园警方追查一台有问题的车这台车拒绝佮落跑，也毋过车顶4个嫌犯互警察压制。过程有民众翕到，传去网络顶头嘛受到注意。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去慰问警察，而了因的表现非常的英勇。有民众是质疑讲警察的执法上过超过，学者嘛表示讲确实爱特别犀利。一架歹配合临检的车。西进向去弄着几架车，还有警察车，一路为桃园地检署走去罗德区，车顶的4个嫌犯去由警方拖落来，而且伫车底佫找到一支改造的枪支，还有安非他命。专案以妨害公务、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甲枪炮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市长郑文灿找伊去保安大队，感谢这些警察辛苦的付出。我想，警察是人民的保姆，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个强势的执法能力。才能够保障市民的安全。警察逮捕的过程，去有民众录起来，传去网络顶引起讨论。画面内底2个嫌犯，去有警察压伫涂骹，另外2个嫌犯互拖出来了后，去有警察用警棍喊。有网友是真认同，不过嘛有人质疑讲，甲人逮捕了后，还佫用警棍咧喊，感受执法过当的疑虑。必要的强制力可以，但是如果这个嫌犯已经完全在你的掌握之下，我们就不能说基于气愤又在踢2脚。针对最近警方执法，现在去用特别放大来检视。学者认为讲，在真紧急的时阵，警方在第一时间以强制力严格执法，确实有伊的必要性。不过嘛强调讲，迄当时的情形，若已经完全在警方的控制范围之下，达到逮捕的目的了后，若佫有非必要逮捕的行为，都是超过执法的界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今仔是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25周年，嘛是香港特首第6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香港参加伊强调讲，一国两制是伟大的制度。香港佮澳门一直拢会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新的特首李家超嘛表示讲，有历史的使命，会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本人李家超谨此宣誓。7月7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感谢之下，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宣誓就职。习近平指出，香港无因为社会无稳定阻挡发展的脚步，而且几届俄罗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互香港和澳门保持资本主义的制度长期无改变，有真大的自治权。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我将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共建一个关爱共荣、充满发展机遇、希望和活力的香港。李家超表示，未来5年会负起历史的使命，全面落实一国两制，香港人治理香港。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主要的官员宣誓，代表香港新政府上任。对习近平讲，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行政院长苏贞昌发布讲，香港人遭受的痛苦是横看现现，自由民主根本已经是无影无迹。中国答应香港人民的，已经被世界看穿，被香港人民唾弃。我们也更可以知道，我们一定要坚守台湾的主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批评讲，香港50年未改变的承诺，才行到一半。中国甲香港都违背承诺，破坏香港人的民主参与。强调美国甲香港人会徛做伙。因英国首相强生表示，中国无遵守一国两制承诺，会尽所有力量，互中国爱照拼照行。学者分析，李家超伫反送中运动打压香港人，充分展现爱国的精神，得到中国的肯定。按照香港接落来5年会变作是警察帝国。香港会比中国大陆内地更加彻底的来实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这些社会控制。针对习近平讲，世界上无一个国家会互叛国的势力来掌握政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理香港。学者警告，香港的人权倒退路，即马中国想要把一国两制用伫台湾，政府一定要较明确的。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到乌克兰已经战4个月了，昨传出讲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家己抓到的罗西亚军队成功赶走了。罗西亚的国防部嘛证实讲军队已经离开抓到，也毋过强调讲这是罗西亚表达诚意。伫咧莫斯科郊区拄开幕的这个购物中心所在正看，内面各种商品拢有，不过有几多位门也阁关掉的。而且拢看袂到国际连锁品牌，唯一的一间外国食品连锁店是素食业者肯德基。俄罗斯民众讲，无国际连锁品牌也不要紧。Нейтрально к этому отношусь. Есть и есть, нет и нет. Не было, да, поэтому спокойно и без них. 法国品牌香奈儿伫咧俄罗斯的门市已经全部拢关起来，不过伊伫这间购物中心还有一个柜位，工作人员讲，只敢若存少量的库存，是唯一还阁买到香奈儿商品的所在，这款卖完就无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第一天就占领战略要塞抓岛，不过双方伫6月30日证实，岛上的俄军已经撤离。Наші розвідники підтверджують нанесення ударів по острову Зміїний, знищення озброєння військової техніки окупантів, які там знаходились. Тобто удари були дієвими. Це вимусило росіян залишити острів Зміїний. 俄罗斯方面解释讲，撤离是善意的姿态，并且讲俄军已经完成指派任务。俄罗斯国防部讲，并无妨碍联合国推动设立人道通道的行动，和乌克兰一旦外销农作物。30乌克兰被俄军占领的区域，有一台载着7千吨谷物的商船载向俄国的友好国家。这是战争以来第一批产地伫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不过乌克兰指控俄国家盟邦偷摕因的农作物。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译。来看美国史上头一位非洲的女性大法官杰克森昨就职了。美国史上捌出现2位非洲的查甫大法官，非洲的杰克森是最高法院史上第来查某的大法官，嘛是现任4位女性大法官的其中一个。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repeat after me. I, Ketanji Brown Jackson, do solemnly swear. I, Ketanji Brown Jackson,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伫宣誓典礼欢迎杰克森，杰克森也对大法官布莱尔读2段誓词。Under 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杰克森51岁，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非洲的女性大法官，接替30退休83岁自由派大法官布莱尔。布莱尔1月宣布退休，总统拜登想要为联邦司法拥立国家广泛背景的法官。2月时阵提名杰克森，联邦参议院4月快速通过任命案。杰克森是最高法院史上第6位女性大法官，也是第一遍有4位女性大法官同时在任。伊上任了，也是保守派6席，自由派3席。拜登也是无法度改变最高法院意识形态平衡。Obviously, the ruling overturning Roe versus Wade and a big guns decision that conservative justices were in the majority in both of those decisions. The court has 6 conservative justices and 3 more liberal justices, and Justice Jackson's addi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replacing Justice Stephen Breyer, won't change that. 最高法院6天前拄则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保障堕胎权的历史性裁决。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了，57%的美国人对最高法院是负面的观感，在此进前正面的观感是小可较多。哈佛法学院毕业的杰克森，自2013年开始
组联邦法官、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一个美国量刑委员会成员，也做过联邦公职辩护人。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以西维吉尼亚州为主，19个共和党执政的州各上联邦最高法院，因认为讲环保署无权限制各州温室气体排放量哦。这个官司昨宣判，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是以6-3的票数裁定讲，若是无国会明确授权，环保署是袂当对碳排量做出限制。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对清洁空气法做更加详细解释。厘清环保署权限范围的官司，受西维吉尼亚州带头，19个共和党组成的州，一个美国几多间大煤炭公司所提出来。因认为环保署无权限制各州温室气体排放量，担心电力部门会被强迫禁止使用煤炭，那呢是将会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最高法院31-6-3的票数。赞成这款保守派州政府也个石化燃料业者意见。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伫咧意见书内面写讲，限制利用化氮排放量，强迫全国袂当再使用燃煤发电，可能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命题决定。但是，这样有规模加影响力的决定，应该由国会或者是由国会明确授权的执行机构来做决定。For many years, we've argued that the EPA only had a narrow bit of authority to regulate carbon emissions. I think that the court today amplified that point. And once again, they also made clear that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this big, something with va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at represents an extraordinary question. And that means Congress needs to step in as opposed to the unelected bureaucrats. So I'm very pleased with the result today. 美国是排伫中国后壁，全世界第2大排碳国家。以2018年的统计来看，这19个州伫全美国排碳量是44%。自2000年开始，因的平均排放量只敢降7%。最高法院这项判决，正大程度减弱拜登政府对抗气候变迁的权力。拜登伫咧伊就任的第1天就重新加入巴黎协议，并且承诺要伫咧2030年。甲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2%，到2005年的水准。This is a setback in our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when we are already far off track in meeting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said repeatedly that the G20 must lead the way in dramatically stepping up climate action. 自由派大法官凯根伫咧反对意见书内面讲，这个案件所带来风险真悬。最高法院任命家己是气候政策的决策者。临时国会或者是专家机构，伊想袂出比这国家可怕的代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联合国的海洋峰会目前是伫葡萄牙的里斯本的举行，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昨伫会场外面示威抗议，因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提出保护海洋具体办法，唔通只知影画口号、黑白开支票，事实上拢无实际行动。当绿色和平活动人士准备要伫咧大会看板顶头搭起的标语时阵，警方已经甲因挡，工作人员自楼梯顶头被人赶来，最高甲另外一个标语天开，想要打，也互人踢来。Okay? No, I don't feel okay. I know you don't feel, but we have to do our work, and you have to respect our work. Okay? We are here to tell world leaders who are gathered here in Lisbon that they need to move from words to action. I think it's shocking that while activists are trying to peacefully protest outside the conference venue, the real looters, the ocean destroyers, are out there depleting the oceans. 因的诉求是国际社会需要国家强有力保护海洋的全球海洋公约。第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西班牙北约峰会行程，就去里斯本，除了宣布要甲哥斯达黎加责任申办后一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也认为世界领导人员无做到形成全球海洋公约，以达到2030年上少保护30%海洋的目标。Ce texte, nous discutons depuis 7 ans. Il est donc désormais temps d'aboutir vite. 海洋覆盖地球表面70%的面积，为几多10亿人提供食物甲生活。科学家估计，地球上至少有50%的氧气是来自海洋，其中大部分拢是由浮游生物产生。3个月前，联合国全球海洋公约第4遍协商会议，并无针对禁止伫咧海洋保护区内面掠鱼、采矿
软油等人为破坏行动有相关法律条文约束力的制定。第5遍的协商会议是按算8月要伫咧纽约进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的消息来看，咱国内一档使用41个用过的单调饮料杯啊，对7月初一开始，环保署是要求业者，若是消费者家己炸杯啊，就爱收5块。今仔早起，新北市的环保局嘛去帮家车头起早哦，有业者无伫定价表示清楚，就互环保局罚1200块。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来到麦当劳伫邦桥车站的门市，先提出尺来量5块价差的标示是毋是有比5公分长，结果合格。消保官嘛特别关心民众家己准备饮料杯的情形，业者讲摕杯仔来当，但摕空的保特瓶袂当。塑胶的，没办法。 7月1号，民众家己准备饮料杯到连锁速食店、饮料店、超商、超市，业者爱提供5块以上的价差。这民众包仔内底就随时拢有保温杯。伊讲家己准备无麻烦，已经变习惯啦。这习惯了其实还好，然后反而没有带的话，会觉得好像少了一样东西。但嘛有消费者认为无啥有可能，逐工带一个饮料杯伫身上。 看便利性，所以不会为了5块钱，然后一天到晚背一个杯子在身上。应该是不会。来到这间披萨连锁店，店内饮料机边仔会当看到一盖用的纸杯，不过店面所无看到任何提供5块价差优惠的标示。海报还在制作当中，还在制作中，这不行啊！一开始稽查人员准业者无提供一盖性的杯仔无法，不过随后厘清这间店是属于连锁速食店，嘛提供纸杯，最后开出新政策上路的第一张罚单。 5元的优惠，那就是要标示在明显处。那确实他没有在外面标示明显的那个公告，对。所以是开罚、啊，就是开罚1200。而且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是前往诚品信义店地下街进行稽查，初步并无发现有店面违规。记者用朋友做社区文台北新北报道。 来看宜兰一间国中有一个查甫老师传出骗色学生哦，民间团体今仔是开记者会批评讲，咱国内校园的性别平等的调查机制设计其实有问题，互受害者拢无法度得到协助。这一类的学校，尤其老师哈，不只是老师。 教练哈，还有一些志工哈，应该要有记录哈。对，如果性骚、性猥亵或性侵害，应该有记录哈，而且要对他们要有性平教育，好，还有教师的伦理哈、认知辅导教育哈，以避免不适任的教师离开学校之后转到别的学校或补习班。 立委表示讲，咱国内校园的性平调查的机制设计有问题，教育部嘛无确实针对性平委员来把关哦，看委员敢有性平的素养，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爱全面检讨。再来看师大第111学年度有开18学分的全英语的课程，向国文系要找老师哦，拢要求讲爱全英语来教课。 另外，淡江大学中文系找老师，其中一个条件，嘛是爱有全英语教课的能力，这引起未少的讨论。大师大奉选做教育部双语计划重点的4间大学之一，今年9月就要开18学分的全英语课程。国文系认为考虑专业甲学术特质，建议学校免全英语上课。不过经过讨论，学校也是决定国文系爱请一个有全英语上课能力的老师。世界名著的一个导读，跟我们所谓中国的传统古典文学啦或者说现当代的文学呢有一个对话，不是说国文系的课程未来都是纯英文授课绝对不是。 学校表示，国文系课程未受影响，老师的名额是另外加的，学生会当有更较侪选择。国文系配合学校甲教育部的政策，那淡江大学中文系最近印定老师，其中一个条件嘛是要求爱有全英语上课的能力。学校表示，配合国家的政策，招募老师的时阵，拢是依照会当全英语上课的人优先。中文系目前使用的英文科目呢，有中国语文能力表达，还有汉学英文。英文授课的科目 应该是以上列科目为主的，英文呢只是一个授课的工具，中文系也不例外的。希望所有的学生呢具有国际化的学习能力。为大学推动国际化，招募双语教学的师资，即马连中文系也加入。中央大学退休的教授叶振富批评讲，国际化无应该安尼来推测，这款做法实在真含糊。教授们所发表的论文不断的被引用然后声望不断的提高。 不是说用3-8的方法破英语来教书。
中文也是国文系，那阵拢要求爱专英语上课的资格，嘛有教授认为上过头。用即摆第四代国文系认定专英语的老师做例，要找到适合的师资，恐惊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6当前，捌伫北部地区还40外件偷摕保险箱的集团哦，嫌犯假释期满又搁再犯案。这集团伫6月份伫台中、彰化还有桃园偷摕真侪间连锁店的保险箱，警方伫6月29已经抓到4个嫌犯咯。这个戴姓主嫌因为他算是惯窃，那犯案的历史算久，6年前就开始在从事这种保险箱的窃盗，还是都挑这个假日那因为他犯案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凌晨，大概能够直接从保险箱里面拿取财物的话，他拿了就走那如果整个保险箱是属于上锁的阶段的话，他可能会将整个保险箱直接整组窃取带走。警方表示嫌犯伫6月针对台中市真侪间连锁的火锅店、餐厅和五金行，一透早就去偷开保险箱，店家大约是损失30万哦。因偷开保险箱，有当时也卖甲规个保险箱拢搬走犯案的动作是真紧，只有1-2分钟。4个嫌犯嘛已经向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咯。再来看宜兰的大溪，有一群少年人因甲老歌加入流行音乐的元素，搁再创作，望讲互少年人嘛当来欣赏老歌。这个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去宜兰，看是安怎甲老歌唱出新的生命。伫宜兰大溪老聚落的巷仔底，有一间咖啡馆。除了咖啡好啉，上较特别的是当地煮咖啡的这个头家娘。伊们将台湾传统戏曲的文化当地的消息，利用咖啡甲人分享传统戏曲，希望会当把这个文化延续落去。我这间店看起来伫卖咖啡，我拢定讲我是伫卖人。恁来，我会当，我就甲恁来分享，尤其是少年囡仔，也是囡仔囝，拢好。时间照着我的面，予天钱染过我的头鬃。当地录音的这3个少年家，因为介意音乐，所以成立海岛青年实验室。因专门收集属于台湾这个土地的声音，加做创作的元素。因听到邮笛唱的老歌，是感觉真感动，所以把老歌改编做流行歌曲。我就想讲，这个老东西啦，感觉不被传承下去，好像有点可惜。但是要怎么传，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那把我们的，所以第一个就想到，那我把它做成像流行乐这样子好了。伫宜兰的另外一个社区内底，少年艺术家姚文甲侪伙人伫画图，因为介意乐琴，所以来找邮笛学念歌。伊希望用这项传统文化，会当甲这个时代较亲近的。我就想讲，这真趣味，阿公阿妈应该嘛真介意，所以我若是学会晓了后，我会当念互阿公阿妈听，安尼上课的时阵就搁较趣味。在地文化是台湾的根本，不过这个传统当伫咧衰微当中。我邮笛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甲人分享老歌甲念歌。也那海岛青年实验室甲姚文选择做传统戏曲来连接无共世代。因的梦想当咧甲时间走标，希望透过因的拍拼，互大家看到台湾戏曲的水。记者周培玲、吴一修宜兰报道。来看婚姻未了的定安宫当个准备要迎王，去王船的师傅，即马是愈来愈歹找咯。庙方用几啊个月时间，总算找到师傅。庙方希望讲透过宗教仪式，互疫情当赶紧结束，嘛互传统的王船工艺甲信仰会当继续传承落去。看师傅手举贡槌啊，一个一个斟酌甲每一块茶讲互接做伙。这是婚姻未了的中山定安宫，当咧打造婚姻规模上大的迎王祭典的王船。其实我伫国小时就和阮老爸在做鱼做，我10几岁我就做，那是从渔业的造船技术再来沿用这个王船制造甚讲仿制古代船的那个做法。即摆会晓这个技术的人都有偌济？无介济啦，像东港遐因迄边就蛮有坚强的阵容。这位高雄来的师傅陈友谊，自细汉对老爸学做渔船啊，即马将技术运用来打造王船。
庙方伫找到陈友仪进前，找过真侪位王尊师，毋过请示拢跋无杯，找2-3个月才去到高雄找到陈友仪。找这王尊师吼，我来找真久啦。阮在参阮委员会吼，来找过来的啦。跋杯嘛，就讲即个陈师傅来做较拄好啦。若找应该找2-3个月。中山镇安宫举办王尊节，除了希望将国内疫情甲灾厄赶紧送走，更加是希望会当传承爷王的信仰文化，也阁有师傅愈来愈少的王尊工艺。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公布去年国内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已经连续40档哦，拢排头1名，其中血压嘛连续18档，拢是癌症死亡的头名。意思是提醒民众要爱做定期的健康检查，尤其是肝甲腰侧有问题，拢正恶发现，所以要特别细腻。透过加剂量电脑断层的检查，看细胞敢有各样，也若肝是利用超音波来检查。根据高雄普丁病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统计，因病院今年健康检查的人数，甲去年来比是增加3倍。不少民众拢较愿意开较侪钱，做较精密的检查。有一些疾病它是隐性的，所以你没有抽血或者是透过影像学检查，你根本不知道。对，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慢这样子啊，尤其爸爸妈妈高龄更需要。提早知道，提早做预防，提早做治疗，这是比较好的。卫福部公布去年咱国民众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是占上侪，连续40年拢是排头一个。也若前10名造成死亡的癌症内底，肺癌是占上侪，连续18年拢是上侪。过来是肝癌、大肠范围的癌症、尻川口癌、女性的凝癌，还有尿壶腺癌等等。排顺序甲去年同款，不过得到癌症死亡平均的时间，去年是每10分钟10秒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过身，是比去年较紧20秒。40-50岁以上应该就要开始有渐渐的意识。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健署，它其实只要40岁以上就会有免费的成人的健康检查，那算是一个很基础的入门。有真侪种癌症是真恶良早发现，可比腰鞘癌就是其中之一。高雄有一个47岁女性的患者，虽然4年前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腰鞘的尾瘤，若像有5公分，看到小可各样，不过并无进一步来追踪，一直到伊腹肚胀，消化歹。去予医生看，才发现已经生做是8.4公分的瘤啊。因为胰脏它的这个器官位置在身体的很深层，所以它不容易造成一些症状。医师提醒民众定期做健康检查，癌症除了是咱国致死率上悬的，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嘛袂少。去年110年有184172个人死亡，比去年增加11000多人，其中65岁以上的是占9%。记者综合报道。中风也是心脏病哦，拢是常常发生，常常袂呼救。澳洲有科学家最近是开发出一种晶片，只要一滴血就当看出讲敢有中风，也是心脏病风险哦。科学家表示讲，未来嘛亲像快台汽车共款，方便使用。住伫雪地78岁亚当斯7年前2摆中风，即马靠定时食药啊，搁装心率调节器维持正常身体机能。想起第一摆发病时阵完全无任何现象，甲即马想起来依然心惊惊。No pain, you just pass out, you're gone. No symptoms. If you weren't treated by somebody or somebody else was there, well, I'd say you just go, wouldn't you? 因为中风心脏病发作真歹预测，澳洲医界咧研究是毋是用提早预测风险。目前一位法医科学家研发出应用微流体晶片技术，也就是将规个实验室的过程整合到一个小小晶片顶悬。病人只要滴一滴血，就能测血液凝起机制是毋是正常，来判断是毋是有血压风险。So that we developed this microfluidics can mimic the blood flows. And also biomechanical factors in the circulations, and utilized to look at the reactivities of the blood cells, platelets, and neutrophils, how they interact, how they interplay, and then use that device to predict, assess the clotting tendency as well as the inflammation for the patients. 科学家表示，这个技术未来会亲像目前用来测试新冠肺炎的快台试剂同款方便，相信几年内就用广泛来应用。This new device that looks carefully into the clotting system of the hear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identifying those individuals on a day-to-day basis
whose risk changes. 白人认为，这种新的技术有希望取代即卖仪器测试，降低费用，来用普遍是有心血管疾病风险族群的好消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画家保罗·塞尚被叫做是现代艺术之父，在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市的博物馆都有真侪塞尚的作品哦。那么做伙来欣赏。现代艺术之父保罗·塞尚去巴黎发展进程，在南法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地区生活10年。迄时阵，故乡父母并无欣赏这位画家的才华，想要到伫伊死后100多年，才正做世界各地真爱艺术的人，亲自研究塞尚画风的一定爱去的所在。马扎兰街区的格拉内博物馆珍藏真侪部塞尚重要作品，亲像1895年的《沐浴者》甲呈现印象派甲现代主义画风的查德部分的景观。colorés que l'on voit ici dans le lointain, que l'on voit ici au premier plan, et qui, légèrement géométrisés, vont devenir les facettes du cubisme de Braque et de Picasso. Cézanne was taught to paint classically in the beginning. And it didn't quite suit him, and he opened up a new form of art for all the artists who came after him. 市区四界拢有塞尚在生进前的影子。塞尚咖啡馆也雕像1906年过身进前大厝。另外，伫市郊外，圣维克多这个石灰岩山甲山区北北面采集场的景色，是定定出现伫塞尚的油画甲水彩作品当中。Also, 3 main colors here: the ochre for the rock, for the ground. He paints the blue of the sky and the grey blue of the mountain Sainte-Victoire, and also the green of the trees of the leaves. 离圣维克多山无偌远，1901年塞尚62岁，用2000法郎买的工作室，被美国仰慕塞尚在华人买落来，转送予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用纪念馆的方式保存落来。塞尚的素描、在生使用的物件，亲像画具、画图簿、画布甲倒影，全部拢保存落来，就亲像塞尚从来毋捌离开过共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阿根廷的东北部有一个伊贝拉自然公园，是全球第2大的湿地哦。科学家甲环保人士经过真侪冬的走动甲拍拼，这个所在重新野化，有真侪本地已经消失的动物又搁出现咯，嘛成功恢复以前的生态，咱做伙来了解。这只食蚁兽细汉的时阵无爸母，伊当阵3比8毛拢落了了，要保育人士用心甲照顾，已经慢慢恢复健康。即马已经20公斤，一当野放。过去15年来，阿根廷东北部伊贝拉公园保育中心已经野放上100只的食蚁兽，成功率8成。之前1950年代是无半只。伊贝拉公园是正快湿地，有正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世纪因为人为的捕猎甲开垦，差不多规拢破坏去。阿根廷野化基金会自2007年引进在地物种，成果正好。世界上体型上大的水獭、巨獭，会当大到180公分，已经绝迹40万年了。重返原栖地，已经开始伫咧探后代。要野放动物，就要有长时间完整的准备。上重要是，互因伫咧野放了有家己生存的能力。I always put their food up high because they're the kind of animals that need to learn to live in the trees. 像这种正水的飞黄金刚鹦鹉、鹰钩鸟，过去拢互人饲伫咧动物园，或者是有人饲伫咧铁笼仔内面做宠物，拢无机会飞，所以拢袂啥会晓啊。要甲因野放，就要搁甲因重新教因安怎飞。经过1年的训练，这6只就要毕业，要甲因野放。真侪在地人以前拢是靠拍蜡维持生活，即马慢慢了解到保护湿地生态对因更较有利。像民歌，即马是无伫咧拍蜡，靠着骑马、游船、导览湿地，探比以前更加侪。生态变做地方宝贵的观光财。有了地方的支持，野放基金会一个更较大的目标，就是要引入消失要到60年的指标物种美洲豹。经过几多年的照顾训练，去年野放7只，今年1月又增加1只，希望会让平衡规个区域的生态。They regulate the populations of large deer and also small herbivores, which in turn regulates the population of smaller predators like foxes, for example. All this will also have an effect on the diversity of veget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oil. 经过15年的努力，和伊贝拉在这边正在阿根廷动物的乐园。
公司新闻时会中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